如果你今年已經過咗50歲，甚至60歲，仲覺得將自己大半生捱更抵夜儲落嚟嘅錢全部作晒出嚟，俾啲仔女買樓，幫佢哋湊孫，甚至幫佢哋還債，就叫做好父母嘅話，咁我今日可以好肯定、好殘酷咁同你講，你嘅晚年一定會過得好慘，甚至會連最基本嘅尊嚴都保唔住。醒下啦！呢個世界最殘酷嘅真相就係，人老咗最靠得住嘅從來都唔係血緣，而係你銀行戶口入面嗰串數字。你越偉大，越毫無保留，啲仔女就越覺得你嘅付出係理所當然。當你有朝一日病到攤喺張床度起唔到身，想請個好啲嘅看護，想買隻貴少少但見效快啲嘅藥，你估孝心係邊度嚟㗎？孝心好多時係要用錢去堆出嚟冇錢。你連呻吟聲大少少都會俾人嫌煩。久病床前無孝子，呢句說話流傳咗幾千年，唔係講笑條。所以你記住，人到晚年第一張亦係最重要嘅一張底牌，就係你嘅老本。呢筆錢係你人生最後嘅防線，係你嘅保命符。呢副棺材本絕對唔可以見光。我講個真人真事你聽。以前識得個街坊，我哋叫佢明叔，60幾歲人。兩公婆慳死慳命做大半世人，儲咗筆錢，又供斷咗層舊樓。個仔話要結婚買樓，爭成300萬首期。明叔兩公婆心軟，諗住得一粒仔，第時百年歸老都係靠佢養老樓啦。於是將自己層樓按咗俾銀行，筆錢全數俾個仔做首期。頭1、2年，個仔同新抱逢年過節都買包冬菇，買罐鮑魚返嚟探下佢哋。點知後來明叔中風，半身不遂，明嫂一個人根本照顧唔嚟，想個仔接佢哋過去住。新抱面色難睇到死，話屋企細無地方，又話影響啲細路讀書，想請個工人，每個月萬幾蚊開支。個仔話供樓壓力大，負擔唔起。最後點？明叔被送咗去嗰啲最平、環境最差嘅私營老人院，成間房一陣尿味，每日對住塊牆眼光光，呢個就係毫無保留嘅下場。明叔成日怨天怨地，覺得個仔冇力，但其實佢自己親手將自己晚年嘅退路封死咗。特別係1960年、1970年出世嘅呢批人，你哋經歷過捱窮嘅日子，對屋企人特別有責任感，最容易跌入呢個親情勒索嘅陷阱。你哋成日認住自己唔食都要留俾下一代，除咗防家賊，仲要防外賊。老人家手頭上有少少錢，最容易惹埋啲乜嘢人？就係嗰啲住西裝、笑容滿面，一開口就叫你阿爸阿媽嘅推銷員。咩神仙保健品，咩高息回報保本投資，全部都係種中你哋想將啲老本滾大，想身體健康，唔拖累仔女嘅心理。傳統風水成日講穿堂煞，即係大門一開直衝露台，啲氣留唔住，錢財左手交右手。其實放落做人度都一樣，你個心唔夠實，耳仔軟，你個人就係一個漏財局。你對外人唔識設防，對屋企人又唔識 say no， 金山銀山都唔夠你漏。所以由今日開始，你要學識自私。我要求大家而家做件事，當係幫自己積福，請大家喺留言區打上晚年無憂呢4個大字，用呢4個字為你自己、為你嘅屋企人祈福擋災，鎖住你下半生嘅福氣。祝大家身體健康，晚年享福，日日都覺得咁痛快。古語有云：兒孫自有兒孫福，莫為兒孫作馬牛。呢句說話流傳得咁耐，就係因為佢係至理名言。細路跌親要自己學識起反身，佢先識得痛。兩公婆嗌交要自己學識磨合，婚姻先會穩固。你樣樣都做晒，樣樣都管晒，其實係剝奪緊佢哋成長嘅機會。真正聰明嘅老人家，晚年最高級嘅活法就係4個字：事不關己。只要啲仔女唔係去殺人放火，唔係吸毒爛賭，其他嘢你一律隻眼開隻眼閉。見到新抱買幾千蚊嘅手袋，當睇唔到；見到個仔放假瞓到黃朝白晏唔起身，唔好出聲。孫仔考試唔合格，由得佢老豆老母去操心。你要明白，你嘅責任喺佢哋18歲或者大學畢業嗰一刻已經圓滿結束啦。你而家最需要負責嘅係你自己嘅下半生。除咗要放低對仔女嘅控制欲，你仲要戒掉一樣足以摧毀你晚年幸福嘅毒癮，就係比較。你哋班老友記每個星期去酒樓飲茶，一坐埋張台，根本就係一場無硝煙嘅戰爭。張三話：哎呀，我個仔今年升咗做經理，每個月俾多5000蚊家用，
我呀，李四又話我都唔差喎，我個女嫁咗個好老公喎，啱啱買咗層1000尺豪宅，下個月請我去歐洲旅行。你坐喺度，原本食緊件蝦餃，覺得好惹味，聽完佢哋講，突然間覺得成口核突，吞唔落。點解？因為你諗起自己個仔仲租緊屋住，個女又啱啱同老公搞離婚，你覺得自己好冇面，覺得自己成世人好失敗。返到屋企，你望住自己啲仔女，越睇越眼冤，忍唔住又開口鬧。你睇下人哋阿明幾生性，你睇下你自己爛泥扶唔上碑。結果本來平平靜靜嘅一個星期日，就因為你出去同人攀比完，返嚟將啲垃圾情緒發洩喺屋企人身上，搞到家無寧日。你停低諗下，呢場比較遊戲有冇盡頭大？冇提。呢個世界總有人有錢過你個仔，總有人個孫叻過你個孫。你將自己晚年嘅喜怒哀樂綁定喺仔女嘅成就上面，仲要攞去同街外人比，呢個根本就係攞嚟賤。別人嘅風光唔關你事，別人嘅財富一分一毫都唔會分俾你。你為咗個少少虛榮心去逼迫自己嘅骨肉，搞到關係破裂，值得咩？我識得一個方姨，佢就係睇化晒嘅最佳人辦。方姨個仔做份普通文員，得唔多，新抱脾氣又唔算好，但方姨從來唔理佢哋啲嘢。平時方姨就去社區中心學跳舞，同班姊妹去行山、去飲茶。仔女有事問佢意見，佢就講兩句；唔問佢，佢絕對唔會主動去教人做事。有啲三姑六婆喺方姨面前認叻，方姨只係笑笑口話：係咯，你真係好福氣啦。然後繼續食佢嘅點心。結果點？方姨個仔同新抱反而覺得阿媽好通情達理，唔會俾壓力佢哋。每逢週末都會主動買啲靚計返嚟陪方姨食飯，一家人有傾有講，不知幾開心。所以話放手唔係代表你唔愛佢哋，而係俾大家一個唞氣嘅空間。你退出咗仔女嘅因果，唔再參與佢哋生活嘅瑣碎事，唔再攞佢哋去同人比，你先至會有真正屬於自己嘅時間同平靜。晚年嘅日子係用嚟享受嘅，唔係用嚟繼續操心嘅。將注意力放返喺自己身上啦，關心下自己今日血壓高唔高，關心下今晚煲咩湯飲好過啦。如果你真係聽得入耳，如果你都同意，老人家應該學識放手，唔好理咁多閒事，將晚年嘅重心擺返喺自己身上。請你而家喺留言區打放手2個字，等我睇下有幾多個老友記係真正睇化咗，準備迎接一個輕鬆自在嘅下半生。講完錢，講完仔女，我哋嚟講下你身邊嗰個人。呢第3張底牌，亦係最考驗人性、最貼近你日夜生活嘅一張底牌，就係你嘅老伴同埋你面對孤獨嘅能力。好多人後生嗰陣，兩公婆成日為咗啲芝麻綠豆小事嘈交，嘈到拆天，甚至有幾百、1000次想離婚嘅念頭。死佬，我真係頂你唔順啊！死婆，我對住你真係眼冤。呢啲說話你可能講過無數次，每次嘈完你都覺得，如果冇咗對方，自己一定會覺得更瀟灑。但係當你真係步入晚年，過咗60歲、70歲，行步路都喘氣，關節痛到翻風落雨就瞓唔着嗰陣，你就會發現，當年嗰啲所謂嘅恩怨情仇、性格不合，根本微不足道。年輕人講愛情，老人家講嘅係生存。現實係咩？現實係當你半夜3更突然間飆冷汗、心口痛或者咳到唞唔到氣嗰陣，你最疼愛嘅仔女喺邊度？佢哋喺自己張床度攬住自己嘅老婆或者老公，瞓到隻豬咁。就算佢哋同你一齊住，隔咗埲牆，佢哋都未必聽得見你嘅呻吟聲。如果佢哋搬咗出去住，離你108000里，遠水救唔到近火。嗰一刻，唯一會喺黑暗中第一時間扎醒，開盞床頭燈，跌跌撞撞去廚房斟杯暖水俾你，幫你救心丹，甚至震晒手咁幫你抵平安鐘嘅，就係身邊嗰個被你嫌棄咗大半世嘅廢佬或者黃面婆。呢個世界有一句老說話，叫做滿堂兒女不如半路夫妻，或者叫做親生不如近身。你以為養兒可以防老？錯啦，仔女有仔女自己嘅世界。佢哋返工已經攰到半死，放工返屋企仲要面對老細嘅壓力、湊孫嘅煩惱。你打個電話話今日頭痛、尖寒尖凍，佢哋最多都係喺電話度講句：阿媽，你食粒必理痛啦，多啲休息。我呢排 OT 好忙，星期日得閒先返嚟陪你去睇醫生啦。但身邊嘅老伴就唔同，
佢可能自己都周身病痛，行路都要撐住把遮當拐杖，但佢會陪你慢慢行去樓下診所，幫你攞籌，幫你拎藥，甚至喺你吊鹽水嗰陣，坐喺床邊陪住你瞌眼瞓。呢啲陪伴，仔女俾唔到你，得老伴先做到。所以如果你身邊個老伴而家仲喺度，麻煩你由今日開始對佢好少少，收起你嗰啲牛脾氣，唔好再成日單單打打，嫌三嫌四，煮飯鹹咗少少，食啦。買錯嘢算啦，你哋已經係坐埋同一條船嘅人，呢條船開到人生嘅盡頭，可以互相扶持嘅就得返你哋兩個，少啲怨氣，多啲包容，大家互相照顧，將對方當做自己晚年最大嘅依靠，呢個就係你晚年第3張保命底牌。不過生老病死係人生必經階段，有一半嘅老友記無可避免咁要面對一個好殘酷嘅現實，老伴走先過你，又或者你本身已經單身咗好多年，剩低自己一個，點算？好多老人家一單身或者一退咗休就開始恐慌，覺得屋企靜英英好恐怖，佢哋好想搬去同啲仔女住，日日黐住啲孫，覺得有細路仔聲先有生氣。如果仔女唔得閒陪佢，或者新抱說話有骨，佢就開始自怨自艾，覺得自己被遺棄，日日對住4面牆流眼淚，甚至屈出個抑鬱症嚟。如果你係咁諗，你就大錯特錯，而且會將自己嘅晚年推入一個更悲慘嘅深淵。人到晚年，如果無伴，你最需要學識嘅唔係去乞求仔女嘅陪伴，亦唔係周圍去討好親戚朋友，而係要學識一樣最高級嘅技能，高質量嘅獨處。你記住，孤獨係人生嘅常態。我哋一個人喊住咁嚟呢個世界，最後亦注定要一個人靜靜咁走，無人可以陪你走到最後一秒。與其將精神寄託喺別人身上，日日等運到，等仔女得閒施捨，少少時間俾你，不如趁自己仲行得走得，幫自己建立一個堅固嘅防護網。咩叫高質量嘅獨處？首先你要有一個規律而且充實嘅生活，朝早6、7點起身，去公園耍下太極，拉下筋，呼吸下新鮮空氣，下晝去街市慢慢揀啲新鮮空，煲個靚湯，煮味好，hea俾自己下。唔好以為一個人就求其食個麵算數，越係得自己一個，越要對自己好。得閒無事去社區中心報個書法班，學下用智能手機，甚至參加下啲長者旅行團，識班年紀相若嘅老友記。朋友唔需要多，有2、3個可以間中出嚟飲下茶，傾下閒偈，有事可以互相打個電話照應下，已經足夠。你要有一種我自己一個都可以過得好好嘅底氣，唔好覺得自己一個人去酒樓食點心好淒涼。你諗深一層，你自己一個人食，想食蝦餃就叫蝦餃，想食燒賣就叫燒賣，唔使就住人哋嘅口味，亦唔使聽啲仔女喺張台度為咗供樓湊仔啲嘢嘈交，仲要睇新抱面色。呢種清靜，呢種自由自在，其實係千金難買提。你後生嗰陣為咗個家頻撲，恨都恨唔到有呢啲清靜日子啊！除此之外，一個人住，硬件上嘅準備都絕對唔少得。呢啲就係你獨處嘅底氣。屋企一定要裝平安鐘，幾十蚊一個月，呢啲錢唔慳得。沖涼房一定要裝扶手同防滑墊。老人家最忌跌親，貴重物品、緊急聯絡電話、常備藥物，一定要放喺最當眼、最易拎到嘅位置。做好呢啲準備，你一個人住都唔使心慌。晚年嘅幸福從來都唔係建立喺屋企有幾多人、有幾熱鬧之上。過年過節熱熱鬧鬧幾日，最後曲終人散，你反而仲失落。真正嘅安穩係內心嘅平靜同自立。有老伴就互相珍惜，因為見一面少一面；無老伴就善待自己，將自己當做最好嘅朋友去照顧。千萬唔好去乞求仔女嘅施捨，因為卑微係換唔到尊重㗎。你要活得有尊嚴，就算得返自己一個，都要挺直腰骨，行完人生最後呢段路。睇到呢度，我想大家靜低心諗一諗，審視下自己而家嘅狀態。你覺得老咗之後，老伴重要啲，定係仔女重要啲？又或者經歷咗咁多嘢之後，你覺得最靠得住嘅，其實係咪得返你自己一個？請大家而家喺留言區話俾我知，你嘅睇法。你可以打老伴最親，可以打仔女最親，或者打靠自己最好。我好想聽下大家經歷過大半生之後嘅真心話。亦等所有睇緊呢條片嘅老友記一齊交流下，喺留言區互相取下暖，
互相俾啲力量大家。講完老本，講完仔女，講完老伴，我哋嚟講下第4張底牌。呢張底牌，好多老人家為咗顯示自己幾愛錫啲仔女，又或者為咗貪圖一時嘅熱鬧，好輕易、好傻咁就雙手奉送咗出去。呢張底牌就係你嘅老窩，你自己住緊嗰間屋。唔知由幾時開始，啲人有一種錯覺，覺得人老咗，最好就係搬去同啲仔女一齊住，3代同堂，有細路仔喺屋企走來走去，有人幫你斟茶遞水，呢啲就叫做享清福。有啲老人家仲狠，為咗幫個仔或者個女買大屋換靚樓，索性將自己辛辛苦苦供大半世住緊嗰層舊樓賣咗，將筆錢全部貼晒入去俾仔女做首期，然後自己執行李搬埋入去同個仔新抱一齊住，心諗我都出咗咁大份錢咯，以後就可以印印腳等佢哋養我啦。如果你都有呢種諗法，或者正準備咁做，我今日一定要狠狠地淋你一頭冷水，停手！呢個係你晚年最大、最危險嘅一場賭博，而且呢場賭博10賭9輸。你以為你搬去仔女屋企係做皇太后、太上皇？錯啦！你搬過去最好嘅情況係做一個免費工人，加帶薪保姆，日日幫佢哋煮飯、洗衫、湊孫。最壞嘅情況係做一個連唞氣都要睇人面色嘅寄生蟲。你試下認真回想下，或者幻想下嗰個畫面，喺你自己間屋，你係絕對嘅主人。你想幾點起身就幾點起身，你想着件爛鬼底衫喺廳度行來行去都冇人理你，你想睇邊個電視台大戲開到幾大聲都隨得你中意。但係當你去到仔女屋企嗰度，個能量場、個磁場根本就唔係屬於你代，嗰個屋企嘅女主人係你新抱或者個女，男主人係你個仔或者女婿。你入到去，身份即刻變咗做客，甚至係一個左途嘅不速之客。你入到佢哋屋企，連個電視遙控器你都唔敢亂撳，驚嘈住啲孫做功課。夜晚急尿去個廁所沖廁，都要輕手輕腳，疾步疾步咁行，驚嘈醒個新抱，聽朝要返工。你想煮味自己最中意食嘅梅菜扣肉，新抱皺埋眉頭話太油膩唔健康，結果你日日要跟住佢哋食啲淡茂茂嘅沙律猜雞胸。你喺自己屋企咳一聲都理直氣壯，去到人哋屋企，你連咳都要揞住個口，行出房都要先探個頭出嚟睇下大廳有無人，驚自己篤眼篤鼻，驚人哋嫌你老、嫌你污糟、嫌你播毒。呢啲叫咩享清福？呢啲叫寄人籬下，叫活受罪。你住得耐，自己都會覺得委屈到喊，覺得點解自己出錢出力，仲要日日行步路都驚踩死螞蟻咁。而新抱或者女婿呢，佢哋都會覺得無咗私人空間，覺得你管東管西。兩代人嘅生活習慣、作息時間根本就唔同，你夾硬將兩家人塞埋一齊，最後只會將原本僅餘嘅嗰少少親情都磨滅得一乾二淨。最慘、最令人心寒嘅係咩？係當大家真係因為生活瑣事嘈大交、面阻阻嗰陣，新抱或者女婿一時火遮眼，發脾氣講多句。呢度係我屋企，你唔中意可以搬走係。嗰一刻你望下出面，你自己間舊樓已經賣咗，筆錢已經變咗呢間大屋嘅首期，個名仲要唔係你嘅，你連退路都冇呀。你想走可以走去邊？嗰種欲哭無淚、天地不容嘅絕望感，你頂唔頂得順？你大半世人嘅尊嚴就因為一時心軟，俾人踩到一文不值。老人家成日講氣，你喺自己屋企住咗10幾20年。屋企每一個角落、每一件家私都沾滿咗你嘅氣息，呢個就係你專屬嘅能量場。你喺一個自己熟悉嘅環境入面，你個人嘅氣場先會定，先會聚到福氣。你去到一個陌生環境，仲要日日睇人眉頭眼額，你啲氣就會散，個人屈住屈住，好容易就會屈出大病嚟。所以老友記，聽我一句最狠嘅勸告：金窩銀窩都不如自己嘅狗窩。無論你間屋有幾細有幾舊，係咪漏水，甚至係無嘈要行幾層樓梯，只要層樓個名係你嘅，只要你條大門鎖匙仲緊緊揸喺自己手，呢度就係你晚年最後嘅尊嚴，係你最堅固嘅避風港。千萬唔好因為仔女一句阿媽我接你過來照顧你，就老熱將層樓賣咗，或者提早轉名。層樓一日喺你手，仔女就算再唔孝順，逢年過節都要買包靚生果上嚟探下你，因為佢哋心底度仲掛住，仲記住你層樓。
如果你一早轉咗名或者賣咗，佢哋連做場戲俾你睇嘅耐性都慳返。守住自己個老窩就係守住自己晚年嘅主導權，自己屋企自己話事，得閒叫班老友記上嚟打下麻雀、飲下茶、傾下偈，幾咁逍遙自在。同仔女之間最好就係保持一碗湯嘅距離，即係你屋企煲好碗湯，拎過去仔女屋企，碗湯仲係暖嘅，咁就最啱啱好。唔好行得太近，太近會灼傷；唔好行得太遠，太遠會凍親。大家各有各嘅生活空間，間中見面食餐飯，親情先至會長久。如果你睇完呢度，覺得自己間屋先係最自在、最舒服嘅，或者你已經下定決心，無論如何都要死守住自己層樓，死守住自己個安樂窩嘅老友記，請你而家即刻喺留言區打安居樂業4個字，用呢4個字去鎖住你屋企嗰個好磁場，保佑你喺自己個避風港入面平平安安、無憂無慮，抬起頭咁安享晚年。好多老友記對住啲仔女、對住個孫，出手不知幾闊綽。過年派利是，1000幾百面不改容，個孫話要買部幾千蚊嘅遊戲機，你眼都唔眨就搶銀包。但係只要一返到去自己身上，你就突然間變到極度刻薄。去街市買去，你專登行勻成個街市，係搵錯飯就芥爛嘅特價菜。尋晚食剩我領股絲肉，方佢說做運菜鹽菜鹽餸菜，眼中明明對鞋個底已經磨到平晒，行路都跣腳，你仲話未穿吖嘛？住多2年先啦！你以為你呢啲叫美德，叫勤儉持家？我話俾你聽，你呢啲叫攞命！我見過太多呢種老人家，為咗慳嗰10蚊8塊，結果食壞腸胃，半夜又屙又嘔，入急症室，住幾日醫院，打針吊鹽水，埋單找數萬幾2萬蚊。又或者因為唔捨得買對好少少嘅防滑鞋，落雨天一仆直，搞到大髀骨折，做手術加埋物理治療，10幾萬走唔甩，仲要從此行路都要揸拐杖，手尾長到嚇死人。你諗下，你慳埋嗰少少錢，最後全部貢獻晒俾醫院，仲要搞到自己身水身汗，痛不欲生，連累啲仔女要請假嚟照顧你。你話啦，呢條數點計都係蝕本錢啦。你對人哋大方，對自己刻薄，最後受罪嘅咪又係你自己。所以你晚年第5張，亦係最兜底、最無可取代嘅一張底牌，就係你父老身，你嘅身體健康同埋你嘅心態。風水佬成日教人點樣睇屋企風水，點樣擺陣去催財擋煞。但你哋知唔知呢個世界最靈驗、最強大嘅風水，根本唔係你屋企個大門向東定向南，而係你自己副身體。你副骨肉就係你人生最大嘅龍脈，你嘅精神氣息就係你最旺嘅名堂。你冇咗健康，前面講嗰4張底牌，老本、放手、獨處、老窩，全部都係廢話。你攤喺病床度，插滿晒喉，你有幾多老本都食唔醫，你幾多老本都食唔醫，而家過嚟醫，你醫埋戒嘢屎。由今日開始，你一定要將自私呢2個字發揮到淋漓盡致。想食啲咩靚嘢買，只要血壓糖分我啱，靚啱靚壓，想食啲買意，由今日拿一靚壓去，趁仲行得走得，同班老友記去搭下高鐵，睇下風景，覺得攰，即刻攤上床瞓覺，唔好理屋企啲地拖咗未，啲碗洗咗未，聽日先算。你記住，你將自己照顧得健健康康，無病無痛，就已經係為啲仔女減輕咗最大嘅負擔。呢個先係最高級嘅愛。除咗肉體上嘅健康，更重要嘅係你個心態。俗語有話，閻王要人3更死，不可留人到5更。人生去到晚年，好多生老病死、無常變幻，的確係注定嘅。我哋凡夫俗子控制唔到，但係後半句我哋可以自己改寫。我留自己到5更，點留就係靠心態。好多老人家成日活喺過去嘅悔恨同未來嘅焦慮入面。一時又諗，哎呀，早知當年我聽人講買多層樓啦，而家就唔使咁窮啦。一時又諗，死啦，個仔份工好似唔多穩陣，第時點算呀？你日日眉頭深鎖，鬱鬱寡歡，你啲氣血自然就會鬱結，5臟6腑嘅功能就會跟住衰退，乜嘢病痛都會上門。你一定要學識同自己和解，過去做錯嘅決定、錯過嘅機會，全部一筆勾銷。你大半生人為咗個家頻頻撲撲，食盡酸甜苦辣，你已經做得好好頭啦。你唔欠任何人，
你只係欠你自己一個安穩嘅晚年。對待啲仔女要做到難得糊塗，佢哋嘅因果由佢哋自己去孭。你每日起身最重要嘅任務就係令自己開心，去樓下公園睇人捉棋，自己沖杯靚茶，聽下懷舊金曲，甚至落街買張六合彩，俾個希望自己都好。你要將自己當做一個無憂無慮嘅老頑童，將每一日都當做人生最後一日咁去享受，心境開朗，你個人嘅氣場自然強大。啲衰氣病氣上埋你身都難。人到晚年其實就係一場收網嘅過程，將你分散喺出面嘅精神、金錢、感情全部慢慢收返入嚟，放返落自己身上。守住你嘅老本就係守住你嘅尊嚴，退出仔女嘅因果，戒掉比較就係換取你嘅清靜，學識獨處，善待老伴就係建立你嘅底氣，死守你個老窩就係保住你最後嘅退路，最後錫住自己父老身同心態就係保住你條命水。呢5張底牌缺一不可，你死死揸實呢5張底牌，我敢寫包單，你嘅餘生一定可以平平安安，逢凶化吉，過得比任何人都舒坦。如果你睇到呢度，覺得我今日講嘅嘢字字珠璣，篤中咗你嘅心聲，甚至令你有當頭棒喝嘅感覺，咁我真係好戥你開心，因為你已經醒覺咗。只要你由今日開始改變，一切都仲嚟得切。不過淨係你自己醒覺係唔夠計。佛家講法，布施即係話將好嘅道理，可以幫人避開災劫嘅說話傳揚開去，呢個就係最大嘅積福積德。下條片見，唔該晒大家。